台中老字号饼店如丁兴，这真有名，这咱知影。这嘛是呢，外国游客来台湾一定要破手礼所在。不过头家宣布讲，因为租约到期，将这个101的分店要关掉。今日2月29是最后一天的营业日，好，真个乡亲感觉真意外，嘛有外国人去讲真无彩。 一颗一颗旧零酥饼贴甲悬，台中起家传统老店如丁兴，那真侪外国游客爱吃，台湾民众嘛爱这批。不过今麦却传出歹消息，台北101是外国旅客来台湾必访的景点之一，里面也有不少伴手礼店供旅客做选择。但是现在传统饼店玉珍兴要在3月正式撤出。伫咧台北100以来，如丁兴中岛时夜已经有真侪人当伫咧遮西，外国游客。 嘛直接买一盒包当去做伴手礼，虽然是上尾一天做生意，店内货架顶商品嘛是采购满是。我们就是到今天晚上而已，快，因为租约到期了，可以到我们的旗舰店去。因为租约到期，台北北京门市维持正常营运，店内员工嘛讲到公司有提早安排，袂互因强强并退，无太多的问题。他们会比较希望就是。 有文化不一样的地方，太阳饼还有凤梨酥对，凤梨酥、关庙面，对，像这种比较传统的东西。Very sad. We love trying food wherever we travel. It's always great to try different foods and different traditions. 很可惜啊，对，但是没办法了，潮流嘛，年轻人现在不太喜欢那些东西。 如丁兴102分店，消费者赶快以外国游客为主，今麦推出观光景点，嘛看出伴手礼市场的一级战区是非常的竞争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